原国对于首家顾问行业罗总台，以前实施的直播报名阿个落台，几十年冇看到了。如果立刻存量件，原国一山客国上边，未得一块小花园，春夏秋冬，佢冇共用嘅花，行过去。一條爬門外，見到太陽嘅名嘅，一定做乜嘅研究冇規律，話上看一年。原國藝術史係對原鄉野合一本行業實習選出來嘅。原鄉野合分做3部分，原鄉野合還有歸鄉，加原國就係屬於歸鄉嘅一個部分。其實人哋看一個原鄉野合一個實習嘅世界，人做哋看到鄭醫生佢侵轉自家一個客家人嘅一個身份，佢有客家嘅意識，佢想去描寫客家嘅風，描寫客家人嘅形象。加唔過咩同時轉到客家莊描寫客家嘅世界，唔會注意到其實等等時間嘅過程，加當也隻地方嘅陸建莊一個曬出嘅人見來見多，加客家人會講客話嘅見來見少，加對一個體驗到一個事情嘅世界，佢透過對別國看到嘅嘅小花園，用地表嘅花來問路過嘅人，也都見認識嘅人嘅名嘅，做乜嘅人因為研究冇盡來，我想看佢哋來表現出一種人見等等超越等等一條原因來離開家嘅原鄉，加對一個過程地表客家嘅一個文化、客家嘅語言，因為對一個時間經流逝，加故所在過去以前透過藝術史來提醒一個文化流逝、客家嘅一個精神，可能會本人唔記得嘅一個由嚟，加透過按樣嘅藝術史來展現，以上我傳達本獨特嘅想法。我完成嘅時間差唔多小學1年生到4、5年生，禮拜日晚尾會喺一個無塘對面嘅地方，原國地方，會同個太下哥嘅、西下哥嘅其他人喺打嘴鼓，要大家會講話，都這種講法呢，都係大家分享自家生活特殊嘅經驗啦，如果感情會幾好，大家人都很自家名，都幾親切啦，有啲人呢，經過幾十年後呢，全部冇看到嘅。這些人呢，有的是我的大我幾歲的，有些是長輩，不會太老的，就差不多青年和中年，或是小弟弟，大家一起在訪問的時候講話，開玩笑，講一些故事這樣子，所以大家都非常親切，非常親切感。但是幾十年過了以後，我回去都沒有看到他們，就有點感傷說他們怎麼離開了，然後也從來不回故鄉，也沒有聯絡，已經切斷了我們互相之間的訊息。那就跟這個也影射到客家的文化、跟語言、客家的故鄉認同，客家族群的認同那種問題，那種認同的問題呢，全部走出來，就是等於深度的地方感覺過是不傷心嘛，傷心啦，有點感傷就會加牙法，借這個法來說，花很想你們，你們怎麼不回來？就呼喚着要大家要歸鄉，拜託大家歸來是要故鄉的